期啦，未諗到同另一半朋友去邊打卡食嘢好，咁你就要 save 低呢條片啦，唔使飛悉尼都可以食到咁高質抵食嘅 brunch，就係呢間網紅打卡店，好多女仔情侶都嚟打卡。福田口岸搭2個站就到，江夏站 B 出口卓越中心地下好方便，人均100零蚊就食到澳洲網紅 brunch，性價比超高啊！仲要碟碟都整到藝術品，好睇又好食。等我同大家實測下啦，呢碟係梵高的森林炆飯，係季節限定噶，必點爆晒蛋漿啊，口感層次豐富，食落去好清爽，濃郁嘅黑松露香氣，雞肉外脆內軟，嫩滑多汁，檸檬黃油焦烤雞腿肉，外皮焦脆，肉質嫩滑。呢碟係法式香煎鵝肝 tapas， 好精緻啊，鵝肝入口即化，加埋焦糖洋葱、蜜桃同法包，口感層次豐富。此次如意 tapas 有柿餅、哈馬 ham、芝士同香橙，鹹鹽交雜，好驚喜啊！呢碟沙律清新開胃，有陣陣嘅金桔皮味，仲試咗佢哋嘅新品北下三文魚牛油果吐司，清新嘅果香加埋煙燻三文魚，好 fresh， 口感豐富。呢碟係佛羅倫薩蛋牛角包酥脆，加入黃油嫩菠菜、煙燻三文魚同溫泉蛋，滋味十足。呢度嘅飲品都好靚，西柚同橙香蛋碎，打卡影相超下一流啊！最後食埋個濃郁比利時朱古力慕斯，好濃郁個朱古力慕斯。口感絲滑綿密，加埋士多啤梨，甜度啱啱好。食完仲可以睇到咁靚嘅燈飾，仲可以聽埋歌。呢度真係性價比高，想復活節過一個滿足甜蜜嘅假期，book mark定過嚟食嘢打卡啦。地址可以睇內文。